晨光親吻住加利利山丘，帶咗希望，喚醒咗嗰啲渴望生命之糧嘅心靈。佢哋坐喺草地上，心就好似帆咁被風吹起，被一個能夠滿足比麵包更深層嘅渴嘅說話吸引住。佢諗起梨餅感恩嘅禱告，天父都俯身咁祝福呢位指示嘅感激之心。喺感恩嘅手中，天上嘅憐憫開始倍增，成個山坡變成咗宴會廳，歡樂同平安一齊坐低，將剩低嘅碎片都收埋，好好管理就係尊重賜予者。感恩令一切都唔會浪費。佢哋裝滿咗12個籃，碎片堆疊住豐盛，憐憫接住憐憫，恩典加上恩典。豐足係由恩典流出嚟嘅，飢餓消退，歡樂充滿咗成群人，供應佢哋嘅身體嘅需要，同在滋養嘅佢哋嘅靈魂。感恩將每一刻都變成神嘅紀念。佢哋再次橫渡水面，有啲人揾緊麵包，有啲人發現咗生命之糧。佢喺每日喺餐台上教人學感恩，心靈學識喺每一份禮物入邊見到賜予者。細路仔學緊天國嘅語言，先講多謝，然後施予，最後就有喜樂。你白白領受，就要白白施予。感恩將祝福變成使命，鄰舍變成家人。感恩令雙手變得慷慨，一餐飯變成一個運動。憐憫遠遠超越咗岸邊，感恩揭示咗源頭。今日嘅糧食同永恆生命都冇子嘅手中。神加添俾你哋，你就要倒出嚟俾其他人。憐憫因為施予而增長，由佢手上嘅餅到遍佈國家嘅生命，呢個神蹟透過 ABN 分享嘅說話繼續發生。同一個餵飽5000人嘅信息，依家透過 ABN 餵養住千萬人，生命之糧廣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，每一個熒幕都變成恩典之腿。透過 ABN， 全世界都記得要感恩。每一句分享嘅說話，透過 ABN 都變成另一個神蹟。